铺，那菜市爱搁选猪肉爱买，也猪肉做肉丸、空肉饭嘛爱食。当头家就讲哦，这个生理是比非洲猪这月经进前好3成左右。 肉丸一切开内底温体猪肉香公公，配合酱汁食饭，互大家是真怀念。台北中华市区这间老牌肉丸店一开门，就吸不少人来排队。安那讲？哎，就补猪肉汤，汤迄个都无人吃。通常来彰化都会来先来这里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的。 经过15日的禁分禁台，温体猪肉总算伫市面上营买到。中华肉丸店业者讲，初次伊就向肉品供应商订温体猪肉特别透早到总动员来做。外国外国无温体猪肉通用，一开始就吸真侪人。早上6点多就已经送来了，都是温体的新鲜的温体猪肉。 控肉饭业者也是透早就问甲手无停过，一块一块落过控肉，香香个 QQ。业者讲，初次暗时进货了后，就马上规卖卤肉，将当日要卖1100份控肉饭的量承诺好。 他说还好，这个疫情没有继续蔓延出来，好啊，然后大家等着15天。其实猪肉是我们国民美食嘛，所以少了猪肉，其实大家都是在饮食上面难免有点不方便。上次吃到鸡腿就是会有一个落差感。哦，还跟鸡腿还是有差，还是有差。 民众讲实在怀念温体猪肉口感，即马用一捆头食到饱。另外，台中建国市场买起也是抢滚。 等了很久啊，对啊，小孩都说没有吃到，而且要吃营养午餐都没有吃到肉啊。生意今天很好啊，大家都用抢的，感觉大家都在抢肉，怕以后吃不到猪肉的感觉。有高一点啊，还是很高啦。 大环透早就无行动吧，也互市场内底闹热滚滚。大环表示，建国市场内底差不多5成主打卖是温体猪肉，经过2礼拜停业了后，总算解禁，希望配合促销，后尾期延转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